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大讲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朱姨啦。咱人的身躯吼，真正足奥妙，大个部位拢有伊重要的功能，通维持规个身体会当正常运作。啊，咱今仔日吼要讲的词就是腹内，腹内，腹内，汉字写做腹内，罗马字写做腹内，腹第4条爱变调，内第7条读本调。腹内通常用来称呼腹肚内底所有重要的器官，包括心、肝、脾、胃、肠、腰子、腰笑、腰等等。啊，若是吼鸡啊、鸭啊这两支脚的动物的腹内，咱就称呼做下水。定用来煮汤叫做下水汤，平平是心，无共的词有无共的意思。破心是心脏跳甲无规律，有时紧有时慢，爱挂心脏科。火烧心是胃酸走去食道来引起的，爱挂胃肠科。啊，若是心情郁卒，就爱挂精神科，还是心科哦。胃甲肠会当合起来叫做胃肠，意思无变。但是心甲肝合起来叫心肝的时阵，意思是讲人的心肠，也是咧讲心爱的人。亲像咱讲心肝囝。若是病人的心脏甲肝无好，是袂当讲病人心肝无好呢。心肝歹，通常是形容人无天良，毋是好人。华语的胰脏，台语叫做腰笑，就是伫腰遐形长长那一支笑，所以叫做腰笑。爱注意，毋通要讲腰笑，煞讲做伊张去哦。有一句俗语，大肠过小肠，是咧讲大肠内底无物件，怪小肠无送食物入来。意思是讲一个人腹肚足枵，毋是肠仔有问题。复习：腹内、下水、破心、火烧心、胃肠、心肝、腰笑。大肠过小肠，甲腹内有关系的台语词，大家爱加读几摆，分好清楚哦。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